地较长，咱即种咱即马上就爱较方便较缩小，缩小到咱今仔来即个所在，就是柳营大天园一个简单基础的介绍。但毋过虽然讲是基础最简单，但毋过伊文化内容内底吼，然后有足侪种，比如讲甲别个所在无共的特色啦，讲有一寡美感吼，在地人较看袂美感。即摆咱就邀请咱两位咱在地。算讲伊咧生活真久吼，嘛看即个仪式，看即个可以看啊足久诶。第一位是咱常委，咱诶正牌是咱常委的，由于带进这个常委。咱佫有第二个算看较袂遐久吼，毋过带来咱期待讲伊诶表演就是咱杨义成，这是咱柳营大天园公关副总长。咱马上就甲时间交给两个，因为时间无多。感谢。首先呢，不免俗的吼，嘛在只搁再一次代表柳营大天园管理委员会，感谢各位莅临这场迄个学术研讨会啦吼。这是柳营大天园第一次举办，如果办了无好，咱也无到时就多谢吼，并且各位多多包涵。那么，我都还像咱讲国师啊，像咱吴老师这么专业的可能就用比较较聊天的方式，来甲讲一讲，那么现在呢，我必须特别的再介绍一下柳营大天园，柳营大天园，古，很多人搞今仔日要讲柳营大天府，因为讲大天府啦，咱南屯新大天府、华头大天府。所在的名气大一点，科黑老科有名气，所以很多人都会还是说柳营大天府，但是我们是院，第二个係時陣佢介紹是就是柳營大天園，那麼我就先對這個園先來介紹啦吼。柳營大天園這個名字。柳營大天園是民國58年開始建立，57年打掉58年來建立，民國12年來就會安裝，所以柳營大天園建立時間無久，到今仔日也未5當啦，49當爾也建廟的歷史不久，為什麼用伊？是當作是就是咱的游工作伊來教，來講用上帝來數這個廟名，數這個廟號來聽這個廟號。那麼，是民國60年、民國59年後，咧建立的時陣來支持來要用這個名。那麼，這個時陣。一直到民國13年，我們還是申請未了，大天園作為廟名，因為所有的迄個民政單位我們的主管機關就說，為什麼柳營跟人不一樣？講大天府、大天宮，你大家跟人無同款要用伊。但最後，包括當初是審議車，這個時陣呢，籌備所有委員是管理員，所以也找了省議員去講，一樣沒有用。到最後，多咱的迄個警務廳台灣省警務廳副廳長林志賢先生警務廳長伊辦這件代志，那麼。伊說上這邊啦，柳營大天園，就上邊來就是柳營大天園。
就用这个去跟民政局说，结果就从这个在那个年代警务厅的那个力量算蛮大的了就这样子，我就想使用了这个字。那么一直到民国，到我那个调查了民国75年，就是我们台湾解除戒严的时候，本来呢，在台湾里面75年，现在我们要台湾才解除戒严。解除戒严以前，全台没有一间代培院住有两间院。到了75年以后，才有这目前我咱高雄一间，甲宜电嘛一间，我都代培院。所以这是它一个很特殊的啦。有什么要用这个院？院比古代制度来这边是属于中央层级啦。咱咱如果我们根据历史咱看以前的历朝来讲从宋朝、明朝来讲，最高机构拢是称的督察院，再上去可是枢密院，这种比较跟我听到的翰林院，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中央研究院的一个院的部分都属于这个皇宫里面的，就直属皇宫的单位。府来讲的府里，是属于地方，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的台南市政府，以前就是那个台湾府，台南府，所以说院士来讲的话，有它相当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咱另外来我头有讲的民国57年民国57年的时阵来来建庙，来用工作来打庙来建庙。这是一个这个时阵有一个国小4年级的囡仔。这个时阵民国57年的时阵阮迄阵的老人伊的公信力已经足好个但是无采用老人起来打庙的，一个2个国小的囡仔，国小4年级的囡仔入王堂，出一波奖起来的。伫迄个年代啦，讲实啦，要毋是讲现在都要发起来，变成比台上不一样，所以有相当的一个神奇性才取用了它。据老一辈讲迄个时阵有3块有3块土地了有公斤，所以有讲要起名有3块土地。这土地以原本的这个说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在过去一点点呀，有这大名，过去有起名就是拢是伫咧遐，但是迄带是有人陈家，当然家在门的斜对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巴洛克的那个阳台那就是有人的陈家，我那有人的望族，这带地是白家的。他就要捐给员工使用。再来一个就是目前咱的庙在遮，这是最早的时阵，遐是咱外口边咱看会到东安宫，咱保证在地咱在公厝地，那还有另外一块是在我们国外幼稚园我们的在省公路那边，各科北边那边，有3块土地所以。这时老人讲原则上伊迄大堆地方都没有办法圆满啦。大地拢是地方头人咧，迄个系嘛去争取，希望有公交建筑，所以就罗谈，等甲几个罗台一个国小4年级的囡仔出来，来谈这边的。那么，一直到了，我的8年来成立团建管委会，来开始建庙，到民国60年就会安装，这时阵讲在庙未完全集合，所以，我们明天还有一个马仔的委员有在那个导览介绍
我们会再稍微的一个做介绍或说明的情况。这其中包括有门诊拢还没为，所以在我们门诊呢，民国62年到为，就拖了2年，也会按照料拖了2年才画，所以它比较，因为这有关系到的是这个管理制度，因为这个筹备轮委员伊感觉讲可能后一届可能不是他做主任委员啊，所以讲的在他的任期里面不会按照，先不会按照。那么到了民国61年，成立第1届的管理委员会，这时候是用管理人事民国61年成立第1届的管理委员会，迄个时阵是用管理人制，一直到民国88年才再正式的登记为永代天津管理委员会，才才那个主任委员制，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是得被改的委员，得被改的管理委员会，所以说会感觉讲，那得被改的，我们关系3年时间啦我们任期是3年，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只有到第8届而已？是因为到了民国88年把管理人制取消掉，变成了那个委员会制，所以那个改的。那么这就是咱柳营柳营大厅的建庙啦建庙的时间，所以我讲柳营大厅的建庙历史并无久，民国57年58年才开始起庙，60年来的。但是大厅做事用工作的信用呢，已经会当几啊百年迄个历史啦当然几百年我们没有实际的那个文件或者资料我们就不敢说但是我们目前真正有证实有打红酒的部分，正酒的部分超过120年，是真的有文献记录的。我们后面的话，我们杨同学会来介绍。所以我也历史，这个信用的历史非常的久那么另外的一个在组织上面更特殊的多样，是我人可能在全台比较特殊。我除了管理委员会制度以外啦佮沿用较早的制度，未有管理委员会进行，是以新民会的模式来经营这个组织，所以我们1933那个台南州祠庙民鉴有记载就是游王会、游王会，这个时阵，这3年就是用罗书制，用罗书有伊的迄个会卡，那么，罗书，我们到现在了我到今仔日要维持这个制度，这个制度要保留住，所以我的罗书来讲罗书它的一个权限也相当的大，这里我们其他应该都还有保留罗书这个制度啦，都赶快维护罗书，罗书呢已经变成一个象征性的职务了。但另外的天气到现在以罗为主，这沿袭到今天还是有这个观念，以罗为主。那在我们的信仰来这边，然后你在宗教信仰来这边，罗甚至比神尊更加重要。咱的神尊会当随时咱邀请，请来咱厝里倒老者啦，请去迄啦，包括出巡啦，精神请出来。但迄只罗呢，绝对袂当叮当。咱包括咱这厝里，咱家己厝里的迄个罗，袂当遐叮当。
要动迄条路，爱非常慎重，哦，动了的时阵爱搁甲围圆，哦，爱搁有很多的仪式，哦，所以路讲起来路甚至比饮食更加重要，哦，所以一直沿用的以路为主的观念，哦啊，这也跟我们这个信用的传说有相当的关系，因为据传最早的时候，就是掘着一条路，来掘着这条路，啊，从这条路开始有了这个信仰，哦，那么这条路，所以最早的发基地并不是查某囝，有讲做的信用，不是对查某囝开始，哦，是我们的东边哈，就是凤和中学跟闽会附校的南边遐，以前有一个灯头，叫做三角窟啊，最早的地方，最早的发基地是伫个遐。哦啊，伫个遐先民伫遐掘着一条路，那么开始了有开始这个大城村有有讲的信用，那么一直到清中叶时期哈，清中叶时期迄个时阵道会很行，哦啊清朝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来管台湾嘛吼，所以有道会很行，有工作讲迄个灯头吼，我抓一排查某仔灯，哦，伊只较大灯，啊就把那就13号就迁进来了，哦啊所以选了，而且他以选8月14，哦，在8月15的星期刚好8月14，8月15就团圆日嘛，啊还有8月14，8月14，大家看啦，举装填这排查某仔灯。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地方找我养呢，那么陈家来家，这个8月14，就这个日子就变成了我们关纪念大城村就有工作一个纪念日，等于类似也圣诞日，从古至今哈，它伊拢无要互大家伊个圣诞，伊拢讲毋免帮做圣诞，就是毋免帮做生日，哦，啊，大家有就感觉就是中国爱有一个纪念，爱有一个迄个活动，爱有一个迄个啊，最后伊交代，一定爱去这8月14，趁这摆查某仔灯，因为这一段等于说一个当时的迄个。咱先民困苦来到台湾，在台湾在开垦在生活困苦，啊，必须为着治安无好，种种的原因，必须规个灯头停，哦，所以他要我们记住8月14，那所以就后来就用这个8月14来作为纪念伊的迄个做伊的圣诞成就日啦。应该来讲，等于做类似做伊的圣诞成就日，来，阮是讲是阳光纪念日，就是要纪念，不但纪念阳光岛，而且纲了过去先民以迄个恶劣环境生活迄个啦吼。那么，原来咱接下来讲点迄个查某亚生哦，我稍微介绍一下。茶母银庄，台语来讲台语讲查某囝查某仔生很多就会变成是查某是女孩子的那个台语来讲这样子的简称嘛但是它真正的那个还是这个茶田母是茶田母的一个单位。那这个目前我们找到的文献字据是在大正9年以前都是用茶母银庄，一直到了大正9年的时候，地方自治改本才改柳营，所以到今天现在这个我们查某仔生，也就是说查某仔生现在我们在讲的柳
柳营区哈是无有那个过岛那边的国旗窑啦、卡推亚啦哈，是很大的一个区。但是这个地方，大家话讲柳营，包括卡推亚虽然是在柳营区里面，你买公家柳营，爱你好的国旗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在大正9年改制的时候，这里就改成了柳营庄，柳营，柳芽庄柳芽，那边有个柳芽庄国旗窑，柳芽庄大下腿，这个地方就是柳芽庄柳芽，所以一直到现在，讲柳芽就是在讲这个地方，那边讲那个国旗窑，伊袂讲柳芽，这是这个地区啊，塔姆我们稍微讲一下，就是以前的茶塔田母，这个应该是明郑时期的一个单位了。虽然在清朝的制度里面，我们找了很多资料，找不到这个编制，虽然还有丈量，但是我们知道清朝包括了到了刘铭传的时候，他为了要解决这个土地的，他也有做一个，我们现在中央就是他们有一个台湾宝图，这是日据时期所做的，但是它是前三期刘铭传做的清藏图，他也想去把这个就是大地主讲那个，但清朝一直没有那个能力，因为兵力没有办法带到这边来。所以他一直都失败，所以说这个单位原则上应该是明郑时期的单位，那么罗素，咱好讲讲罗素罗素是所有的信徒拢有资格，所有信徒拢有资格来挂罗素。只要涉及的柳芽这4个里，树林里、公福里、中正里、东兴里，只要涉及在这4个里，来柳芽来登记为信徒，登记为信徒会员啦，登记为信徒会员，你就有资格来挂罗素，但是在之前管理委员会之前的时候，虽然是这样子说，大家所有信徒拢会当挂罗素，但是他以前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必须要达到2个条件，一个就是你要有3合院的建筑，第二呢，就是你的家族要足大，你的兄弟姐妹要很多，要有这2个条件，你才当挂罗素。为什么要设定这2个条件？以前让有3合院，表示说在经济能力上已经不错了，伊的生活环境袂歹啦，无可以讲过来是啥，讲阿伯迄个来住迄个草条尔，搬着油工作，伊较早是油工作是用菜刀煮呀，伊无可以拿油工作请去做草条所以说当时就是有这2个条件，再有一个大家族，就是也要老这个时阵，你爱你家己把自己的家族就有蛮多的了，就是你有法度出钱出力啦，讲到你有法度出钱出力，你才有资格，但是对我讲，这个做信徒你哪会当搬，但是就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没有在明文里面写，但是你没有达到这2个，你就唔敢报名。的主动唔敢报名，罗素的一个权，罗素的权就会很大，罗素的款呢，现在时阵的罗素的款就多，大大小小是罗素公的尊长，因为第一点，他有他的经济能力，他的家族又庞大，第3个更重要的，有工作算的，有工作指定的，所以他的权就会很大。但是我讲我嘛拄仔迄人非常幸运上一届我就做过罗素我想要挂着罗素有人搞这台80几岁的被高三了从30几岁开始按挂到这
楼数，因为真的啊，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拢有他60个报名，60个报名，啊，你要真正要从这就10个去报迄个上届冠军的几率，真的真正袂遐简单啦吼。啊，所以我说以前的楼主，他的除了占2个条件的先有遐大的款，再来就是，因为迄种目标拢是台伫楼主的出来，所以应早有些两会就是楼主在做，迄个体育杂波，当然进度嘛会来遐，但是以楼主为主，楼主一定爱负责体育杂波的小品课奖，所以从他的付出，包括伊所做我讲较早的楼主，特顶进来庙公，因为进来庙公就是因早爱先两会嘛，较早的楼主就是爱因早爱先两会，因为他付出的最多，所以大家就会很尊重，他就拥有很大的权利。那么楼主的来就是迄个咱的副会，我在还未我们的话到民国40年的转成婚，所谓转成婚的4个里拢有婚。那么在民国40年以前呢，只有住2个离婚尔，就是中营甲东兴。那么树林甲高峰，袂当报名适度会员，只有这两里，较早是村啦这两村会当报适度会员，佮加上一个就是伊的开基地就是3甲窟啊，所以说叫做山东中，差不多呢，好像我们的那个吴老师也有讲到，以前的清朝的时候咱纽也是分做东甲、中甲、北甲、西甲，据说是用甲去计算，所以这个时阵是东甲、中甲会当分，北甲、西甲袂当分，那日据时期呢改报，改报就是1报、2报、3报、4报，我们查的资料了以前的铁线桥堡下面是没有土字旁的，那么一直到日据时期改，一样是铁线桥堡，但是工艺两赶快是堡，但是下面加了一个土字旁，村庄本来单甲中甲改成了1报2报，每一个就设了一个褒奖，类似咱这个传丢遗秀，就在民国40年住两个村会当播尔，会当播会当入迄个适度会员，为着要尊重3甲窟仔在开基地，虽然他们只有10几户，但是因嘛降一分，这是我讲的是咱台湾来讲大孙分，所以因不管因几户，因来降一分，降一些大孙分。所以那时候就有会有3个副会，伫咧楼主会的那个是3个副会，在每一个聚落选一个副会出来，到了民国40年合并之后，就变4个里，每一个里拢有一个副会，接下来就是所以强调副会要挂副会，大家要挂楼主的条件是一样的，伊的条件一样，就是也就是说最高上全部上第杯，迄个做楼主，那么来大家每一里的上第杯迄个就是做副会，所以他们的条件比要报名的条件跟楼主的条件是一样的，就是还有3合院叫大家族，来的时阵就是
为着要互大家互更较侪人会当参与诶，十无久啊，这条件嘛吼，啊，要会当互大家去参与，所以大家设一个协会，协会它就比较没有这个条件的，但是它也必须得外挂，那么从我们的文献里面，民国49年的文献，我们查到，我们这个时就是一注四府高协28都，一注四府高协28都，9个协会，28个都会，这是我们古老的编制，但是现在因为一直扩充，现在已经比这那个协会跟都会数量已经超过这个啦，不然这是最早的编制，一直这个编制沿用到很久了，到民国，应该是到民国那个搞那个头先讲的那个民国61年成立政治管理委员会才开始增加那些，在民国60年以前这个编制，就是那个一注四府高协28都，这当然这有它的意义在啦这个我们改天我来那个研究要看的时候，我再跟各位做报告那么现在这个编制这个编制特别咱先讲个一注四府啦一注四府在主会罗主四府四个府会，请问五主来五主来是这个字是指名的指。不是迄个主人的主，一般拢会有迄个五大条、五大主，拢是用主人的那个主，我们的是这个字，我们的是这个主，这代表他这5个人，他代表了这五大信徒，咱主会代表所有信徒，东升副会代表东升所有信徒，中央副会代表中央所有信徒，所以他是所有子民的代表，所有信徒的代表，所以在我们的祭拜当中，摸出来他的权力是很大的，一定想来讨起来，因为他们是代表他们就代表所有的所有信徒，所有的这子民，那么协会本来是主刘亚本来主刘亚本身而已，所以那时候只有9贤高香娘。到了民国61年的时候，民国60年要入会安的时阵，用工作来交代讲要来出巡13声头，就是我目前我去年都要出巡出巡20声，最早的时候是13声了。最早是迄阵第一段是出巡13声了，如果出巡13声，那么13声就来协调，我们就把协会本来协会是对我们头家来这边选出来的9位，那后来就把协会让给13声头，把协会这个职务让给13声头，所以每一个钟头到一个协会，他们因钟头的信徒来当协会，
到现在搞建是有20灯头，但是因为有的是较少灯头，已经全部规划啊。他们认为说他们安尼是全部规划，他们没有那个能力的吼，所以他们就无得拨迄个无拨协会，所以协会人数是目前是无了多吼。那么协会，我们在我们编制里面啊，副委我们这咱楼主就是主委，副委就是叫做斗阵，那么13钟头这协会嘛成为斗阵，也就是13钟头的这协会，它的地位跟柳营这四个副委等于同样的地位。拢是斗阵，因为他们代表的，也是代表一个庄头的信徒，尤其是咧做点准备敬拜的时阵，伊是爱出来迄个敬拜，后面我们杨总也会谈到一些的稍微讲一下，另外的人做点是，我一直讲啊，另外的人做点是。全台湾上硬做事，尤其在斗阵啦尤其和什么平安秀的啦，和什么永秀的啦这开足侪钱啦嘛迄个出片的，爱对会知贵甲暗，我对迄个连续3工拢爱对透达贵甲半暝嘛就对透达开始贵甲半暝第3工啦，对透达贵甲8工第一工就我们大概差不多大概1点多可以休息了。第二工就是早上7点就开始敬拜啊，就开始是道大开始敬拜，就拜加歇困，大概也差不多2点。那么来个歇困，赶快7点来下啊，所以6点多一定爱搞这个，7点爱有一个迄个发现的迄个来7点来当然你迄个这开始的啦，感觉较忝，就咱较慢来吧。但不管我主来这5位歹势时间到了一定爱来，这5位你拢袂当再到要请迄工，早上7点就开始拜，拜到7点已经凌晨差不多2点多了。我们下场已经3点多了，来个进行点灯哦，一直补到大概差不多5点，才休息。一般啊，你若在斗阵一般拢因的义工拢会点点，爱到拜到几点？拜到7点。7点开始，7点就开始打掉啊，开始打掉，爱个开始拜啊。所以他们从前一天的早上开始拜到隔天，的到了晚上他们有稍微的休息时间，但是这个本来要请人开，因嘛是搞完等于来啦，准备要上路，所以大概要2工的时间，因为差不多拢不啥困难。所以说旅游的这点，如果有真的有参与的话就大家讲也少。我们以前我们讲起来，以前我的酒有人说这2条火，因为是3条红酒现在我们人工3条红酒。以前有人讲有是这2条火，甚至这2条因为以前的天数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有去请教过的，确实以前为什么会被误认是2条火？因为以前但是现在是这3工年，现在前后等于4天嘛以前只有3天，等于实际只有2天了。2工要去做这酒，没办法做。因为3条酒的这边，它就有一个迄个调天波场
调整波长10卷，打这10本经册，到底要安尼做的时阵吼，2天根本做袂起来。哦，以前怎么做啊？以前就3个道长，你念1本，我念2本，你念3本，同一个时间做3本，下一个科目来一样再排3个，赶快，第4、第5、第6，按走。以前是用这样子做，现在我们多了1天的时间出来，所以可以分的。以前刚我讲，就是把没有浓缩，是合并在一起做，所以它对，我们也不能说以前有一些学者所说的是错误的，因为确实就天数就这样子这另外的书底下的啦有些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这些研究，王博士我们吴老师在这边，讲起来我到现在有一个草，咱这种讲3条红条，3天就3条红条，5天就5条红条，7天就7条红条。这个草变成天3天就5天就7天就，只是天用草嘛。但是我们像我们科里面，我们注意到，每一天还有早朝、中朝、晚朝每一天有3条、5条、暗条，那等于1天就3朝了所以到底是这个朝是这个朝是要怎么去做解释？包括我可以这个找爱上3条，上5条，上暗条，1天就3朝了，玉山马仔明天我刚刚说的，明天我们还有导览明天我们会分组去做导览，包括旅游在天的部分，还有阮的兵歌，阮的很特殊的兵歌这是在台湾应该目前比较少见的，以阮去改了红准，在这边稍微的说一下，这架红准呢是用民国43年的，是根据民国43年的资料来重新建造，就仿照民国43年这就是民国43年的红准，我们也很幸运的，淡水的地方，我们还找到了另外一张那个彩色相片，就是这一张，美国生活杂志1955的时候，你说民国43年拍摄，在隔年刊登在美国时代杂志，他这位摄影记者他也拍了很多的相片，我们把这些相片都找回来以这架红准来这一颗经过油工作的温准来积极按照这架红准来这一个到明天我们杨同学会现场会过来介绍，这是我们这一次很特殊的，再来就是我们的文献馆，马仔人呢明天会参观我们的文献馆，也就是说等一下我们杨同学在说的这一些东西等一下他要说那个文献的部分这个东西明天你都看掉，包括这个杂志的部分所以等会他快点这些东西，也就是说看到我们努力辛苦的去吹这样物件那么有人在听，郭小牛，可能大家会有客观感回来了原则上，最后我在明天可能比较没有办法介绍到的一些东西，就是有的装置艺术
咱马仔因为还有是来跟来这边啊，明天我会稍微的介绍，但是我没有办法靠近去看，哦，但是迄个咱的内底吼，内底后体会放迄个降龙图，哦，那这是蔡朝荣老师的作品，哦，迄幅都是我们古土名画师蔡朝荣老师的作品啊。原则上应该是湿壁画，哦。如果各位比较了解的话，所谓湿壁画就是在墙壁还没干以前就要把作画上去的，哦。所以它这个画来讲，有它相当的难度，也难度啊。这是经由王宝元老师哈，我们的国宝大师，我们的简明大师王宝元老师经过证实，当时是他委托蔡朝如老师来画这幅画的，哦，所以这是经过王宝元老师，而且在里面的还有好几幅的那个瓷砖画，都是蔡朝如老师的作品，哦，这是我们比较珍贵的那个文物的部分，就是庙内的装饰艺术，但相对的。在这边，我在这边就是一到王宝元老师的简明作品，以及他的名作作品，这在明天我们也都会稍微的做一个介绍，再来就是我们关告小德啊，比较特殊的就是民国55年我们现在关小湾的比尔来这边很多的文物都是民国55年。有可能多较接近要起名的时间，所以这东西就被保留下来。搁进前的可能迄阵伊无起名，拢是老鼠遐，又没有场地，又没有空间，所以很多东西就丢了。那现在我们最多的东西都是民国55年的影像，包括了沙寮银艺、纯银制作的银椅，这沙寮银艺。是高雄的信总关的，在民国55年民国55年，高雄的信主中央讲伊要关3寮银艺，来甲你话就讲伊要关3寮银，迄个时阵还无大天迄阵还人民会来讲要关3寮银艺，最后个怎要开用就是王宝庆。就丢下去，而且找了新颖的姓沈沈那个，他来做一个见证人，表示说他有这个能力来护教。那么新娘，无人我就做3条银翼，又到了府城，传在时装去武城，去台南府城找当时的银楼。我在当时因为那天我们有去拜访他，那时阵台南银楼也没有几间，就找到了那一位师傅，找了好几天就是说，他有办法做，但是时间上也赶不出来，必须是要做点事情，要上个用功所以一直来做点事情来，然后找了好几间都没有办法，结果就去揪就答应了，就做了那些3寮银翼，这来这边，目前我们因为都要被设计了我们比较不方便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展示给各位，这个我们如果说改天哪个机会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就会再拿出来展示，你是拿不设计，所以我们就比较不好动。那再来呢，第二个比较珍贵的东西就是条暗灯。民国55年，是新营燕都戏院捐管到有工作的。那新营燕都戏院这是有一段，这是新营的一段故事新营燕都戏是一家小戏院。那么在网络上有很多的一个传统讲说是在戏院的时候，就是有请了歌剧院，团组啦，或者说一
戏院的主人哦，把今日走去，今日无要甲演出哦，无要甲演出，伊已经袂做已经宣传了今日是暗时看不到，从外面把它锁住，就华生火柴死在里面。那我们真正查起来是燕都戏院开无偌久啦，开了大概5年，它大概差不多是在民国55年左右，民国应该是53年左右开演都戏，不到民国60年就收起来了，结果收起来之后，他就承租给那个跟这个蒋之庆，那较早在以前的很盛行的就是蒋之庆小型的我们的加工帕奖之类的就很多的女工，有好几个女工就坐进来这边晚上发生了火警，所以这些女工就死在西里来这边。那这些年的温灯，那个地方全部都避开那个地方，都不会去靠，袂去温去打，袂去洗了，因为曾经发生了很多大的事件，包括了新娘大庙新娘大庙上钢筋也因为去处理那件事情，没有无上钢筋，最后一样就是来找有工作，然后有工作去做一个这样的处理，所以因为他事大发生以前，他基本上有工作去了安的啦。